咁呢兩個因素咧，好決定到整體香港嘅房地產市場點樣走咯。我哋好多謝 David 上一次同我哋講咗好多樓市嘅分析，今日繼續同我哋傾偈。David 頭先你分享咗咁多有利嘅因素咧，咁有冇邊方面係啲嚟緊嘅隱憂，或者有部分嘅要注意嘅事項咧？其實我好贊成咧，中央政府俾咗咁多優惠政策俾香港啦，15規劃啦，咁同埋都有一個比較清晰嘅藍圖啦，香港未來呢5年點樣發展啦。咁但當然咧，世界都好動盪啊，美國、以色列打伊朗，對於個世界嚟講影響咧都一定有，係有幾長嘅啫，令到咧今年嘅樓市咧可能會有啲即係所謂上上落落陣痛，即係正如好似股票市場咁樣，你會見到今日升，聽日可能又跌翻轉頭咁樣。咁呢樣嘢我諗喺樓市嚟講，短期當呢場戰爭未真係結束，或者知道幾時結束咧，都會有一個咁嘅隱憂喺度。咁呢個亦都帶翻另一個問題咧，就係石油呢個問題啊，即係嗰個石油出口喺中東都係靠啲海峽出口，呢個海峽又唔係咁安全一個航道咧，咁變咗石油咧就出入比較難啦。咁油價自然升啦，咁油價涉及咗咁多上游下游嘅一個產業，咁而呢樣嘢咧就對於嗰個通脹率咧係一個比較大嘅一個衝擊。咁我相信咧，未來一段時間咧，美國聯儲局可以減呢個利息咧，個步伐咧就可能會慢少少。喺美國嗰個金融界，今日你見到咧，佢似乎都係相信減息多過加息，減嘅速度會慢啲，可能修訂為可能今年1至2次咁樣。咁而亦都將個時間表向後推遲咗。本來話應該上半年都有可能減，咁而家可能講緊咧下半年先至可能會開始有一減。咁呢個都係對市場有一個隱憂喺度啦。咁當然喺個市場運作，尤其是豪宅呢個市場運作咧，香港就比較有個優勢，因為香港背靠祖國，咁咧就變咗祖國有好多嘢都係會優惠到香港嘅，例如物資上啦，咁因為中國嘅石油價錢比較穩定啦，咁呢個嗰個通脹情況香港係會比較受控嘅。唔係好似歐美國家、中東國家甚至第二啲亞洲國家咧咁大上大落嘅情況。咁第二個優勢咧就係香港政治環境、經濟環境比較穩定啊。其實好多人都會選擇留翻喺亞洲區，尤其是中國香港喺度居住、喺度工作。咁變咗啲人才啊、資金咪會一部分聚咗嚟香港咧。譬如中東啊或者歐洲地方咧，一部分會搬嚟香港避險啊，因為你唔知道東東戰爭會幾時打完、打幾耐，會再打過。都冇人知啦，係咪？咁變咗咧，有啲錢，尤其是啲油嘅錢啊，或者歐洲啲錢咧，佢會一部分嚟咗香港，嚟咗亞洲，擺喺呢度避險先啦。第時冇事咪翻去咯，係咪？咁香港作為一個資金進出自由港，咁你要入要走都好方便啦。咁香港有呢個優勢喺度，所以變咗咧，今次可能美伊戰爭咧，物價上香港都受少少衝擊，但係資金嘅流向上咧，同埋整體嗰個投資市場嚟講咧，嚴格嚟講，香港係受惠嘅。咁當然香港嗰個股票市場都會大上大落啦，因為香港股票市場都係隨着美國股票市場。咁但係香港亦都有另外一手嘅好處，就係香港嘅 IPO 市場今年都會好好，排住隊上 IPO 係好多。咁亦都係偏向一啲創新啊、創科啲咁嘅科技嘅公司，傳統行業嘅公司已經少啦。公司嘅老闆後生仔，咁佢嚟香港可能喺度居住、喺度工作、搞個寫字樓，對於香港物業市道都有好處嘅。住宅啦，一部分嘅寫字樓啦。一啲商鋪啦，甚至一啲工廠啦，都有好處。咁呢個我諗慢慢每一個市場度咧，起咗一個所謂平抑穩定嘅作用。突然間個市場會唔會大好咧？咁當然打仗被打完都好難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會唔會跌咧？又唔會喎，因為你啲資金嚟咗喎。咁你見到咧，其實香港未來一段時間咧，尤其是下半年咧，香港樓市應該會有一個平穩慢慢向上嘅市場。即係整體嚟講，香港保持好嘅基調，我相信係啱嘅。咁但係會唔會好似以前所諗，哇，好似會好好咧？咁我係有少少保留，因為始終係要睇嗰個戰爭幾時打完，個利息幾時開始向下跌啦。咁呢兩個因素咧，好決定到整體香港嘅房地產市場點樣走咯。
咁所以 David 頭先你講得啱，整體上咧就向好嘅，咁啊反彈能力亦都好高嘅，亦都要注意自身嗰個防守性，因為好多時而家投資買物業豪宅，尤其是都係個防守性嘅資產嚟㗎嘛，輕資產嚟。咁我亦都睇到最近一啲部分嘅業主咧，其實同以往咧就有少少嘅諗法唔同。以往買物業咧就賣遲啲豪宅一定係好㗎，一路會好嘅。咁但係而家一個新篇章，咁要個時間性拿捏得好嘅話咧，咁可能都要當機立斷，盤源都重要啦。啲業主肯割愛啦賣啦，啲買家有心頭好，頭先話齋啲特色戶先拔頭籌啦。咁調翻轉咧喺嗰個模式上咧，同外國有少唔同，因為最近都頭先提過啦，又自從97回歸之後咧，中國香港嘅模式咧已經係進入咗另外一個，就唔係西方做代理或者 agent 咧佢叫。咁其實喺香港呢個比較特殊一國兩制嘅環境，我發覺咧，即係要買賣物業咧，就係真係有個新嘅制度，嗰個制度叫 middleman。中間人就唔係一般西方嗰個代理人 as agent， 淨係代表單方。咁其實喺香港就唔係好適用嘅。咁你真係想有心賣樓咧，其實用個 middleman 嘅形式咧，中間有兩邊去協調咧，咁先至買到。同埋而家大部分咁7-8成嘅買家都係國內嘅客戶，咁啊以東方嘅銷售模式為主，咁所以呢方面咧大家都要即係與時並進，亦都係了解下真正啲買家係接受嘅，因為西方嗰方面咧就係啲外國人啊，或者喺外國住慣佢哋嘅模式，因為比較偏遠啊，同埋個盤源係重要，但係調翻轉客源咧其實係重要，咁兩邊去扯咧就係叫中間人 middleman 個形式咧，咁可能咧就個效益咧喺香港嗰個市場咧更加有效嘅。好，咁今日好多謝阿 David 同我哋分享咁多深入同埋咁高層次嘅見解啊，好多謝你。跟住。